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咖啡是为外国来的，不过现在台湾啉足侪咖啡的，一桶咖啡的生理是800亿的台票。咖啡安怎来到台湾，佮安怎对贵松松的饮料变做是大家拢在啉的物件。过去的咖啡厅甲即摆的咖啡厅有啥物无同款？今日我要来讲咖啡的生产甲咖啡店的变化。台湾是全世界家己烘咖啡的咖啡店密度上悬的所在，全台湾都超过3000间。也若是甲连锁咖啡店甲利便店的咖啡拢算起来，全台湾即摆有2万几间拢咧卖咖啡，算是足侪。若是看消费量，敢若利便店平均1秒钟伫全台湾就卖13杯咖啡，也无算伫咖啡厅内底啉的咖啡。所以台湾人啉足侪咖啡，毋过即个习惯是即20年来才有的。咱先来讲咖啡是安怎来到台湾。咖啡这项物件是为中东遐传去到欧洲，台湾真有可能伫荷兰人来的时代就有咖啡。毋过这无确定，真正有记载的是台湾开港以后，来台湾的外国人为着要啉咖啡，就开始进口。迄当阵英国人开的德记洋行，伊来台湾做生意，也嘛为东南亚引进咖啡、阿拉比卡这款品种种伫三甲。听讲迄当阵德记洋行的李春生也阁有出口过咖啡，毋过这嘛毋知影敢是真的。确定的是，因种伫三甲的咖啡其实是无种偌久，时间真短。一个讲法是，这咖啡树仔来到台湾，水土未下，拢死去。嘛有人讲是种伫遮的咖啡就得病，行去影响到附近的农作物，所以住伫遐的人就放火甲遮的咖啡拢烧了了。真正互台湾开始有生产咖啡，是后来日本人引进来种的。迄当阵日本已经时行啉咖啡，无论是日本也是伫台湾，捌出国留学的人熟悉咖啡了，嘛拢想要伫台湾啉咖啡。日本人迄当阵农业台湾的殖民政策，嘛互台湾变做是因试种咖啡的所在。1902年，台湾总督府就派人去研究台湾到底倒位适合种咖啡。这个技术人员嘛开始伫云林、嘉义甲台东试种，后来愈种愈多。伫日本时代出名的咖啡产地，若是古坑，也阁有迄当阵真侪日本人住的台东丰田。试种了，伫1912年，台湾第一间咖啡厅就开幕，这间号做咖啡莱恩，有的人甲伊叫公园西。也嘛有人叫做西亚咖啡店，这间店是开伫新公园内底，就是即马的228纪念公园。卖咖啡这栋建筑物即马已经无看啊。迄当阵开幕时是足热热的，因为大家拢要去看遐的女性服务生。伫迄个年代，查某人真少会当出门，咖啡厅内底有穿制服的女性服务生。也阁有其他遮的女性伫内底咧陪人客开讲啉咖啡的。通常遮的人毋是领咖啡厅的薪水，是趁人客互因的消费。后来的20年来，台湾的咖啡厅也是日本人讲的咖啡店，就愈开愈侪，所以因的竞争嘛愈来愈大，咖啡厅就愈分愈侪款。有的内底纯粹会当啉酒。也嘛有内底有个较细间房间诶，迄当阵咖啡店的店名都有号做蝴蝶、美人座、红兰，为这个名都会当看出这个店的性质。所以一直到1930年代的时阵，政府就定法令，甲咖啡店甲食茶店分开来扣税。有女性咧陪人啉咖啡，甚至阁有卖酒的所在，叫做咖啡店。
食茶店内底无即款服务，毋过啥物是茶茶店？毋是专门咧卖茶，其实内底是卖咖啡、卖红茶，有诶嘛会卖汽水，佮兼卖一寡西方诶料理，像咖喱饭，也是卖冰，甚至有诶茶茶店内底也佮有卖素食。茶茶店诶消费是比进前讲诶迄款咖啡店继续足济，佮毋免互人消费，所以人客就愈来愈济啊。迄时无论是咖啡店也是茶茶店，拢是日本人开诶。一直到1931年，台湾人开诶第一间卖咖啡诶店，号做威德咖啡开幕。这个威德就是德国人写诶少年威德诶烦恼迄个威德。这间店诶头家就是画家杨三郎诶哥哥杨成基，伊嘛是去日本留学回来，捌做过台湾日日新报诶记者。伊迄时是想要开一间像欧洲迄款咖啡厅，互一寡文人艺术家聚集伫遐，会当开讲诶茶茶店，毋过做袂起来，所以伊后来就改做酒店啊。这间酒店伫战后佮改号名做万里红公共食堂。迄当阵国民政府拄来台湾，为着要要求大家着勤俭，毋通浪费，甲所有诶酒店餐厅拢总改叫做公共食堂。后来佮到1960年代，新诶规定讲，若有查某伫内底会服务诶，才会公共食堂，拢爱改名号做酒家。所以这个所在就变做欧美人酒家。这间真出名，嘛开足久诶，一直到1996年才关起来。即马整理过，所以这个所在变做古迹，内底即马阁卖咖啡啊。伫日本时代诶尾期，台湾诶咖啡产量已经提高足济，全台湾有960几公顷种咖啡，算是台湾咖啡历史内底产量真济一个时代。毋过战后，国民政府无用去管咖啡要安怎生产，随时嘛想要反攻大陆，所以为着迄当阵战时生活节约运动，除了甲酒店拢改名叫做公共食堂，嘛叫民众着爱减少请人客，毋通去酒店餐厅开钱，嘛因为同款的原因，酒店甲咖啡店的经营拢受到限制。也若是要进口咖啡，就爱纳足重的税金，上悬的时阵，海关扣税扣到120%的税金。咖啡店甲酒店小共拢算是特种营业场所，所以营业税特别悬。这种种的原因，战后的咖啡这项饮料就无阁遐尼普遍啊。日本时代咖啡店、茶茶店嘛拢总关起来。1950年代是因为有美国的援助，有外国专家，佮加上国际上咖啡的价值变真悬，所以政府才佮想着开始种咖啡。因伫斗六成立咖啡加工厂，迄当阵这间工厂也有一台东南亚上大台的烘咖啡的机械，有专门的人伫遐咧种，收成了直接送去工厂加工。毋过因为伫台湾种咖啡、烘咖啡的成本也是比别个国家更较悬，所以无法度竞争。美国的援助结束，佮加上巴西咖啡大出，国际价值落来，所以1962年政府怎决定无阁要补助咖啡产业，政府就变做无鼓励嘛无限制，只是伊嘛无要去辅导种咖啡啊。这互台湾的咖啡豆啊，刷落来30吨拢无人插，啊嘛无啥在做。迄当阵台湾无家己生产的咖啡，毋过毋是无咖啡店，也是有人想要去啉咖啡，只不过啉的是足贵进口的咖啡。日本时代留落来咖啡店足少的，即马也有看的是无咧落即间餐厅咖啡店。毋过迄当阵对国民政府来到台湾，就有一寡人开始开咖啡店，像名青咖啡，这间就足出名。这间是1920年代就开伫上海，头家是罗西亚的人，因伫战后对国民政府来到台湾。迄当阵的台湾，外国人袂使伫台湾登记做生意，
这个罗西亚头家就熟悉一个出世伫新庄，毋过捌住过上海的简金水。伊先用简金水先生的名去开一间做芳的芳店。第二冬才搁伫2楼开咖啡店。这间的对面就是城隍庙，照理讲是庙昌，毋过罗西亚人的信用无同，所以因无咧行庙昌，就伫这个所在开始做生意。后来因为蒋经国伊的太太就是罗西亚人的关系，名称咖啡就变做真侪大官佮好野人会去食饭的所在。1970年代开始，这间咖啡厅换做是真侪台湾的作家佮艺界的人聚集的所在。这间伫改严以后无偌久就关起来，一直到2004年才搁重新开幕。即马还搁伫的老店有几间啊是伫西门町还搁看会到的，像丰大甲南美，这两间拢伫1950年代就开始咧营业，算是真早期卖咖啡的所在。因迄当阵除了进口咖啡豆啊，嘛引进日本的设备，家己烘咖啡。毋过迄当阵一杯咖啡就要上100块，公务人员一个月月级才5000。所以咖啡是足贵的，无啥普遍。1970年代经济变好，迄当阵还阁有美军伫台湾的时阵，咖啡厅就愈开愈侪。毋过迄时进口咖啡的关税还阁有 60%， 毋是大家拢啉会起食会起的，嘛是差不多迄当阵日本的蜜蜂咖啡、蜜芳咖啡就来台湾开店，因是愈开愈侪间。到呾伫全台湾也阁有袂少间或者蜜芳咖啡，上出名的迄间就伫立法院边仔，即马也阁有真侪人客。这自古早留落来的咖啡厅有袂少固定的老客户，因为内底的设备拢足古早式的，所以有袂少人嘛为着即款古早的气氛入去交关。后来咖啡店嘛对时代的变化。上主要是1980年代尾期开始就无贸易管制，开放进口，所以后来1990年代就出现连锁的咖啡店，有丹提甲星巴克。到2000年左右，送讲35块无好咖啡，这句85度 C 的广告就出来啊。85度 C 一间一间一直开，卡玛咖啡伊嘛是迄当阵就有，只不过伊开店的速度较慢。到即马连锁的咖啡店是愈开愈侪，这互台湾维持特别8到10档的高级饮料，豆豆啊变做是大家每天拢啉袂到的咖啡。我先讲到这，你若是对这个节目有任何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大家分享。也嘛请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予你的亲戚朋友。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，甲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ECPay的连结。足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